歡迎收聽提神百香果靈修頻道，願神嘅話語成為你嘅導引。詩篇89篇13至14節，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舉，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，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。你有大能的膀臂，你的手有力，你的右手也高舉，公義和公平是你寶座的根基，慈愛和誠實行在你前面。親愛嘅阿爸父，感謝你以慈愛同埋信實嚟引導我哋前行。你嘅應許永不落空，你嘅話語永恆不變。又感謝你以永不止息嘅恩典嚟帶領我哋越過高山低谷。你用大能嘅膀臂、有力嘅手嚟保護我哋。我哋要讚美稱頌你，願你嘅榮耀彰顯於天，你嘅公義遮蓋大地。奉主耶穌基督聖名禱告，阿門。